巴黎奥运结束了，大家对台湾体育发展有未即个看法。职业篮球工会佮女子骹球工会代表今仔是伫国民党智库的会议指出讲，除了奥运选手、亚运选手有黄金计划，其他的运动员嘛需要有保障。伊嘛希望讲体育部先加做体育署了后，有愈侪政策的讨论。 最后一届拼奥运，李勇甲王泽林羽毛球双打金牌2连霸，离开国家队的后一步，李勇讲要去选羽毛球协会理事长，帮助愈侪优秀的选手。多年来，伫咧棒球、篮球、查某骹球工会内底大家奉讲，顶一届国体法修正了后，有真侪运动员的问题也是无解决。那就包括制度性的改变，或者是更多的全民参与的机会。像李阳这一次他说他要选羽协，那他的这个选举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民众可以支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会关注的地方。 运动员退休了，除了去学校做教练，敢有其他的选择，也是创业的辅导，这就需要愈侪资源甲政策的帮助。即下工会理事长詹文鼎就讲，国手的出场费甲失能保险已经进步真济。不过，若讲到这些选手家己去请的防护人员甲训练师，这的付出嘛，希望会当争取到内扣所得税申报。 那对于我们在自身的投资上、训练上，还有一些恢复上，那我觉得选手就会有更多的意愿，更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帮助、一些帮忙这样。然后反过来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自体那个竞技水准更提高，那我觉得是好事啊。 奥运了会当替运动员做什么代志？国民党智库邀请各界代表立委座谈，所讨论到的问题真宽。不过对运动员收入、企业支持体育运动的减税，目前是已经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